第三项，打到228大屠杀前后发生啥物代？二战的时，打到互弹炸弹碰甲密密麻麻。战后中国兵仔对台湾人若有败的土匪，中国官员小贪暗砍钱银甲资源，而且打到港无清理，工厂倒了了，直到经济足歹，米价、物价大起，生活是比战争的时搁较惨。1947年2月24，高雄市参议会第一届第4遍大会起稿，参议员甲中国官员质询，讲到粮食、物价、教育等等问题，中国官员拢凊彩应付尔，民众不止失望。1947年2月27，台北查私分起冲突，中国官员搁拍死无辜的台湾人。2月28，人民去长官公司抗议，中国兵仔煞对人民开枪，消息传到规台湾。打到遮，大家嘛真不安，拢转去厝里，毋敢出门。1947年3月初3暗时，落难的民众来到打狗，民众武装起义，看到中国官就反抗甲拍，在地军队嘛随出来镇压。中国官选去咧茶山军区内底灭，因为社会愈来愈无安定。高雄第一中学学生成立自卫队，接受学校的枪甲枪支，负责保护学校，嘛有保护一寡中国人。佮发表各亲爱的同胞书甲各台湾同胞书，来争取民主甲自由。1947年3月初4，民众去警察局接收武器，中国警察拢走去咧茶山要塞司令部灭起来。宪兵聚集伫市政府对面的宪兵队内底，厝尾顶有兵仔采机关枪伫遐狩猎，嘛有军队出来镇压。打到市内有真侪人死伤，甚至有民众代表要去宪兵队谈判，要请因莫阁乌白杀人，煞也互大受伤，也是单死。市长黄仲图央联合国善护救济总署官员 A.J. Shackleton 去宪兵队谈判，还未有结果，兵仔又阁无代无志。但一个过路的负责人大腿受伤真严重，佮另外一个市政府人员互弹到心脏翘起。即天，高雄市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，要想办法来解决代志。1947年3月初5，军队佮出来共单，鼓山、盐埕埔、旗后等等所在，佮有民众死伤。因为中国兵仔乌白杀人的代志愈来愈严重，市长黄仲图调集市政府官员、参议员甲逐个行政区的区长、代表等等来开会参详。下晡时要上茶山甲要塞司令彭孟启谈判，叫因莫阁杀人，煞互拒绝，赶倒转去。暗时，民众阁要去茶山要塞司令部抗议，互呛讲要开炮弹打狗的市内。迄天茶山骹鼓山一路规条路互炸起来，经过着互弹。电力公司的电务组长罗浩清去上班的时互弹死，阁无法度收薪水。电力公司的员工200多人嘛无法度出入，嘛无饭通食。1947年3月初6早起，人民代表继续伫市政府开会，决定组代表团7个人，佮去茶山要塞司令部谈判。副市长黄仲图、议长彭清克、苓雅区苓雅寮区长林介、电力公司主任李福淑，佮有涂公明、詹丰明、佮范崇荣。黄市长会晓讲中国话，彭议长袂晓。涂公明捌做过市政府
日产青杂色主任詹宏明捌伫凤山青年军部队食头路，会晓讲中国话。范崇荣是齿科医师，有开诊所。因入去要塞司令部，甲彭孟启见面，请伊答应莫阁派军队伫市内四界杀人。电力公司嘛才通正常运作，有电通用。煞毋知彭孟启早就暗算好势，计划要派军队大屠杀。阮阵甲伊见面，其实是做套要甲因设计。会议中，假影化工涂光明背称出来要甲台，遂甲涂光明、詹宏明、范崇荣三个人掠起来。买手彭孟启诬赖因三个人有计划要强迫市长、议长，因来讲条件，直接判因有罪，枪杀台死。彭孟启下晡随派军队去市内大屠杀，看到人就杀，兵仔佮四界共争辩、共抢。代表团其他的人伫房间内，到下晡4、5点，彭孟启才出现，讲造反的拢镇压了啊，叫人带因去市政府关伫市长办公室。临界后来阁互掠转去判罪杀死。军队入去到市内逐所在四界杀人，沿路看到人家厝就开枪扫射，真侪人伫厝内互大弹死。下晡2点，军队拍到市政府，为大门冲入来，就随弹手榴弹，一下就病死50-60人，佮继续开枪，倒伫涂骹的佮用刺刀甲剁死。其中有市参议员王石定、黄树、柯秋壮、律师陈金玲等等。有个人为其他的门走避，秘伫防空壕，也是跳入去爱河呢。真济嘛，互中国兵仔弹死。这个所在是真济市政府官员、民众参详要解决冲突的所在，煞也是互杀死上济人的所在。军队嘛去拍高雄车头，看到人就弹，真济民众死伤。煞落来佮走去拍高雄第一中学，用炮去弹学校，现处时柄顶佮看会到空喙。1947年3月初7，军队继续伫市内四界镇压台人，佮有真济人死去。早时拍入去高雄第一中学，人已经先走。下晡军队拍去到三块厝，叫所有的人出来厝外。查甫人全部双手互用粗铁线绑牢咧，佮互拍，血一直流，身躯顶的物件拢互抄出来摕去，买手佮互掠去关。1947年3月初8，中华民国支援的军队为家人上岸，规个台湾拢互军队大屠杀。伫打狗市内，军队游原四界杀人。3月14进前，死真济人。打狗228大屠杀的过程呢，兵仔借机会四界杀人，甚至入去厝体共杀共抢。互掠去的多数互动刑，真济人连审判都无，就直接互弹死，连身尸到今嘛毋知伫倒位。像李建发、李建利两兄弟仔，因为替代管理监狱看守所，互讲因管理无好势，带头作乱，就伫车头头前互公开枪杀。3月初6起，打到市内戒严，民众出入要有通行证。兵仔继续四界黑白掠人、杀人。刷落去的日子，戒严，白色恐怖时代，计共40几栋。这款恐怖的压力，
久久牢伫打狗人的心肝底，好袂離。